作為澳門嘅大學生，喺建黨105週年呢個咁重要嘅節點上面，我最大嘅感受可以用3個詞嚟概括，就係感恩、自豪同埋責任。感恩嘅係有中國共產黨嘅長期嘅奮鬥，先可以有今日國家同埋澳門嘅繁榮穩定。自豪嘅係睇到國家嘅今日科技、扶貧等等嘅所有嘅領域作出非常之大嘅貢獻。作為中國青年、澳門青年，真係好有成就感。同時亦都多咗一份嘅責任感。喺咁好嘅時代入邊，我哋唔可以只可以諗享受，我哋都要更加諗一諗點樣可以為澳門、為國家作出一分嘅力量。澳門回歸20幾年以嚟，其實喺經濟、民生、教育等等都發生咗好大嘅變化。中央喺好多好關鍵嘅時刻都俾澳門好大嘅力支持，令我深深感受到祖國係澳門永遠最堅強嘅後盾。對於我哋呢一代嚟講呢，黨嘅105週年歷史可能更加多係好似係教科書上面嘅內容，但係其實經歷咗呢段嘅成果，我哋而家正正就係體驗緊國家嘅發展同埋澳門嘅繁榮上面。因為國家強大咗，我哋澳門先有更加好嘅發展空間，我哋先有更加多升學、就業、創業嘅機會。所以對我嚟講，紀念建黨105週年，唔只係回顧歷史，更加多要提醒自己，要珍惜而家，更加要努力為下一個100年貢獻自己嘅青春力量。我覺得澳門大學生嘅責任呢，就係要將個人發展融入澳門同埋國家嘅發展。一方面，我哋要努力學好專業啦，提升競爭力；另一方面，我哋更加要認真了解國家嘅規劃，比如15/5嘅規劃、琴澳一體化、澳門1+4嘅適度多元方向，思考自己要喺邊個方面可以作出貢獻。作為澳門嘅大學生，我會將建黨105週年作為一個新嘅起點，心係澳門，心係國家，努力建設，努力為1國2制嘅事業建設同埋做接班人。